我们来做一个实验啊！我今天要讲的是一个鼓松打鼓的故事。哎呀，你都没有在听。当你们听到老虎的虎这个字的时候，就要抓下去。好，从头开始。可以放好，手放好。好。不讲话，不讲话。好，今天要讲的是一个鼓松打老鼠的故事。老鼠，好，手上，我刚刚没有说是老虎。好，手开。好，注意。好，还有人搞不定啊。有一天。